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哋呢個特別嘅直播室。我係中一嘅梁君成，我係中一嘅張梓彤。我哋都係新城校園電視台登記嘅演員。雖然我哋唔係正式嘅成員，但係已經參加咗電視台好多嘅活動，有採訪工作坊、運動攝影班、新成員短片拍攝。聽聞你同一班師兄代表學校參加香港電台舉辦嘅傳媒初體驗，仲入咗8強添。係啊，傳媒初體驗係俾我哋呢班中學生一個參與傳媒工作嘅體驗，當中包括講座、工作坊、實務工作等等。喺呢一段時間入邊，唔單止學習到關於傳媒嘅知識，亦都明白到做傳媒唔係一件簡單嘅事。真係好開心可以參加呢一個比賽，因為唔係成日都有呢一個機會。咁不如俾大家欣賞下你哋嘅表演啦！因為校園電視台咯，今年又有咯，所以咪啲人逼咗嚟參加咯。我哋有3個嘅 fast pass 已經攞咗啦。新城中學全部初體驗2025。啲人會中意聽我講嘢，咁所以我希望可以講多啲嘢俾人聽。唔好怕醜入到去，陣間。唔會啊，絕對唔會啦。我哋幾個都最好看開啊！我哋好玩過我哋係。覺得電台好 old school 咯。用音樂 app 方便好多啦。夜裏歌聲伴你輕談，夜深裏細聲漸唱。你哋嘅任務咧就係跟住我哋嘅做法，做一次個鏡頭，然之後慢慢喺度 pan。兩個一齊嘅話有得保底，係咯。好，你唔好講咁多路啦，前面咁大條車路你見唔到啊？專心開車啊！嗱，你睇下，我哋唔單止有實習，仲有親自創作交通消息嘅宣傳稿，真係好有趣㗎。3、2、1。歡迎收睇藝方星期天。嚟緊我哋會挑戰即日拍攝、即日交片嘅8強比賽，爭取打入決賽。而喺成個比賽過程入邊，港台會製作成節目，預計會喺6月份播出。咁我就喺度預祝你哋成功啦！多謝。校園電視台除咗平日嘅直播同埋影相之外，更係一個俾同學發揮創意、展示才華嘅平台。過往我哋喺學校都會拍攝一啲學校活動嘅花絮、訪問老師同埋創作唔同主題嘅短片，希望可以透過鏡頭喺學校嘅點點滴滴都記落嚟，與全學校同學分享。係啊，校園電視台近年都參加過唔少嘅影片比賽，仲攞到好好嘅成績添。每一條影片從構思主題、寫劇本、安排演員、實地拍攝，最後去到後期剪片同埋配樂，每一步都需要同學齊心協力、用心咁樣去製作，希望可以變成一個精彩嘅作品。咁不如我哋又睇下過往電視台又有咩得獎作品啦。
我真係好想可以快啲拍片啊！唔使心急，我哋未來會拍攝更多唔同嘅影片，一定可以滿足到你。如果有興趣加入校園電視台嘅同學，就可以嚟到電視台門口掃描 QR code 填寫報名表。而有興趣欣賞我哋作品嘅同學，都可以嚟到電視台門口掃描 QR code 訂閱我哋新嘅 YouTube channel。我哋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多謝大家。